近来热播的韩剧里头情侣 CP 配对都很有缘，像是李栋旭和刘盈娜，被说是鬼怪转世，再续前缘。另外李钟硕也曾透露，李那英是他理想型，对戏时都会害羞脸红。这波老搭情侣再回锅，韩剧迷都乐见，收视开出红盘。韩剧《罗曼史是别册》附录，打扫阿姨说你有很多女朋友。李钟硕和李那英在韩剧《罗曼史是别册》附录饰演相差5岁的青梅竹马，两人长大很不同，却有了微妙变化，逐渐感受彼此情感。戏中现实却又充斥着浪漫氛围，在南韩冲出5.378%的高收视。李钟硕甚至还曾透露，李那英是他的理想型，对戏时都会害羞脸红。另外还有老搭 CP 回归。韩剧触及真心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韩剧触及真心，找来鬼怪离散 CP 合体。在剧中，刘盈娜饰演声势下滑的女星，到李栋旭的律师事务所伪装当秘书，却和他发生办公室恋情，让网友直呼这对情侣真的是转世回归。第1集收视就高达4.736%。有别同档爱情剧 item 走悬疑侦办类型，要从离奇的连续杀人案中揭露背后阴谋。朱智勋当年就是以攻我的野蛮王妃走红，这次合体荧幕初吻成誓言。韩剧各式题材让观众感到新鲜感，加上男女神组合超高颜值，更让粉丝开了心花朵朵开。